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嘉诚，你要去上班啊？今日爱较早出门咧。早起要甲几个纺织业的头家去找美心的高档开会，大家想要甲明年布料的价钱压较低咧。安尼敢挨落来？逐年拢讲，无一个讲成啦。无法度啊，美心都这么原料供应，大家拢爱看高价的面色。嘉诚，我问你，以前文莲甲冠华两个人冤家，敢有冤家要离婚的地步？因翁仔某吵吵闹闹几啊届啊，也毋过讲到离婚，我也是头一摆听到。你敢袂感觉足奇怪？冠华这届选厂长，文莲为着伊开足侪精神甲气力，伊甚至阁当伊的面甲文琪变面，伊哪会阁甲气出伫文莲身上啊？你的意思是，冠华想要离婚有其他原因哦？我无确定，也毋过冠华有前科，文莲阁遐尼单纯，我只是烦恼文莲阁会受到伤害。冠华这小囝若阁学袂来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我只是伫咧想，我敢会当去公司查看卖冠华上班的记录。伊有前科，毋过暗时学袂走，假使真是要避鬼，伊一定会利用利息。伊即摆公司甲工厂两边走，确实有机会当逃走出去。安尼你甲我去公司，我叫金秘书替你查。你等我者，我去摕皮包随落来。这种布料无啥适合用在遮，还有一种，你看。迄嘛袂歹。总监，你卡是安怎？就一双掠种好看，也毋过无效较会啊，勉强穿一段时间，结果就碰破。还是我摕药仔互你抹啊？毋免啊，怀着我昨家等掉，以后袂阁穿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份是开会资料，送互你。多谢。总监，今日有人送物件互你，啥送的啊？你入去办公室看就知影。哦。会当无着的人，也毋过爱有着的早到，大家拢爱互家己心情较好。
3 2点，2点。奇怪，逐礼拜三下晡2点，伊拢会出去。我甲你讲一个八卦。什么八卦？你敢有听过武则天的故事？武则天？迄出我无看过。我毋是讲连续剧，我是讲真正的历史。啊，拜托你讲重点好无？我无时间陪你开讲。董事长夫人即马就坐伫董事长的办公室。你的意思是，董事长夫人想要互武则天？伊拄则搁叫金秘书去人事部调所有员工上班的记录，这明明就是要入来管理公司的信号啊！哇，安尼这真正是一个八卦呢。有好戏通看。安尼，你感觉伊伫公司会担任什么职务啊？这个吼，假使我无用着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董事长助理。我知影，多谢你经理。连讲我甲嘉诚一定会请你食一顿饭。冠华逐礼拜三下晡拢会离开遮，嘛无去工厂。安尼到底是去倒位？你伫遮创啥？无啦，迄落我替恁阿姐来看一寡物件。你要找伊是无？伊去开会啊？我要回文件，来，我摕互伊。这是机密文件。歹势。总监好。金秘书，这份机密文件，麻烦你亲身交董事长。好。你摕迄份资料是啥物？这是员工上班记录的影本，董事长夫人要看的。伊是安怎要看这个？唔知影呢。董事长出去开会之前交代。好，我知影，你去无用啦。文玲，美花阿姨，你哪有闲来？对啊，我来附近买一寡物件，然后想讲顺续来看你。亲嘛，这久无看的，来，这是淡薄意思。哎哟，人来就好啦，免开火啦，无采工啦。唉，文玲，人是来找你的啦，赶紧出来，安尼较袂妨碍着恁讲话哈。歹势，阿姨，你坐，敢要啉啥？无要紧，免麻烦，多谢。来，坐，来，多谢，歹势呢。无要紧，恁大家敢有为难你？越南副厂长的代志，你甲冠华参详了写款，伊安怎想？伊无愿意。伊感觉伫黄俊义的骹做代志足见效，安尼就无法度啊。也毋过你免烦恼，为伫冠华伫台湾以后，阁有遮侪机会。伊最近心情有好无？敢阁有甲你讲离婚的代志？阮已经甲话讲开啊。伊讲离婚只是气话，以后袂安尼讲啊。而且阮讲好，以后爱靠家己打拼。做一寡投资，加赚一寡钱，为伫这是伊的专长啊。投资，你是毋是答应伊啥？就我甲厝交互伊去贷款，互伊甲钱当做投资的基金。你甲厝互伊，你安尼敢会无上大的风险？袂啊，我无感觉。冠华嘛是为着我甲医生才争取去做厂长。既然厝内人无听伊，
伊只好靠家己的全长去做啊。只要伊会当振作，我拢愿意支持伊。又毋过万一明空阿姨，我相信冠华。翁仔某之间会当互相信任，当然是上好的。冠华要家己用伫什么所在，你一定要了解，才知影钱要安怎开。我知影。你对冠华这么好，伊真心该好好珍惜你。阿姨，厝的代志，你爱替我保守秘密哦。我无想要互其他的亲人知影，因对冠华的误会已经这么深啊，我无想要搁造成搁较大的风波。我甲冠华就真是要互逼甲去离婚啊！唉，我会当答应你，要毋过你嘛要答应我，你甲冠华的情形一定要随时互我知影，好不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早起有做蔓越莓司康，你敢要炸一寡回去？好啊，好，等我者。冠华提早文玲的厝，敢真是只是要投资？免理啊！嗨，要出去啊？去买饮料。免买啊，人倒啉啦，先做食鸡卵糕。大概经过这间鸡卵糕店，拢看到少侪人伫咧排队的，就一直真想要买来食看卖，所以今日就买回来啊。来，食啦。多谢。你今日看起来心情足好诶。敢有？进前拢是我要细小爱你食，你才会食。今仔日你竟然家己买鸡卵糕？其实我心情足歹，因为我听讲食甜的会当互人的心情变好，所以就要来试看卖。袂歹，足好食。如果无看到你，你对无印象？你要考试啊，所以我最近拢伫补习班读书，安尼嘛较袂去想交番遐的代志。安尼就对啊！我支持你，甲失恋痛苦的时间摕来投资你家己。重点是伊拢拒绝我嘛歹势甲伊糊糊伫。其实吼，我嘛讲男朋友分手，所以我完全会当体会你即摆心情。真是啊，无怪你讲你心情足歹的。所以我决定卖管身材啊，想要食啥就食啥。文琪姐，我想要问你，像你恋爱经验遐尼济，你失恋的时阵拢安怎行出来啊？我说是以前就警告一个新的男朋友啊。安尼即马咧？即摆拢35岁啊，愈来愈无行情，嘛毋知影后一个当时才会出现。而且讲真实的，即届分手打击有淡薄大，所以我想我应该会阁多亲一阵啊。听起来你敢若真介意伊？听你安尼讲，其实我嘛毋是真确定，我到底是因为介意伊，才甲伊交往，也是因为我想要结婚才甲伊交往的。敢无共款？无共款。查某人的年岁大，就会感觉感有诶，敢若嘛袂遐尼重要。拄到一个袂歹，就想要嫁啊！要毋过我想无要安怎甲一个我无爱的人做伙。所以，你敢阁甲伊交换？也毋过交换已经甲你讲，伊无介意你，敢若甲你当做小妹啊。伊无介意我，是因为伊伤爱阮阿姊啊。等有一天，因为甲阮阿姊的感情行出来了后，伊就会发现我才是迄个对的人。
有的人都在你面头前啊。我拄互放屎，心情就歹，你莫滚酸笑好无？但问题为什么你拢会当互别人机会，就是袂当互我机会呢？佩武，你敢有想过，无伫卡其实交换已经有介意的人啊？无可能，伊是无可能反背我甲阮阿姊。陈文琪，我是孙家凯。最近对几个同学的脸书看到恁开同窗会的消息，才知影你转来台湾啊。唔知影咱敢会当见面？孙家凯，啥啊？一个大学同学，真久无联络啊。遮尔紧就有后一个啊，足厉害的。莫学白讲，食你的鸡两个。你来。经理，你找我？准备月底要去越南啊，紧找时间去甲伊交接。所以讲以后伊的工课变做我来做？对啊。唔是啦，经理，我的工课已经真济啊，我都搁接伊的工课啊啦。你找别人啦。唉，票投完迄天我毋是甲你讲啊，台湾抢以后靠你啊，所以当然是你甲俊伟交接啊。多谢经理遮尔看重我，也毋过我无遐尼厉害，公司的未来比我个人重要，所以请经理找别人。哎哟，你哪会遮尔袂晓想啦？拢是竞争越南厂长的人啊，着爱看较远的啊，莫为着一届投票，甲家己的前途袂得过。唔是啊，好，坏掉，我已经决定啊，董事长嘛同意我的安排。哈？所以紧去交接。啊，无心肝，无加薪水，工课阁愈来愈济，创治人嘛毋是安尼啊。喂，今日礼拜三，你人呢？我拄则咧讲公司，马上就到。哎，2点啊。你好，我找叶副经理。伊今日去工厂。哦，好，多谢。你好，我找叶副经理。伊拄离开工厂。哦，无要紧，我打电话回伊。无伫个公司，拄离开工厂。逐礼拜三下晡2点，伊就会失踪。这是安怎？总监，有人送包裹给你。哦，多谢。喂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家凯。嗨，文琪，敢有收到礼物？生日快乐！拜托诶，我生日还未到，好无？你哪一点我拢无变啊？你清楚会的时阵，你就从来无问清楚我的生日是倒一天。啊，我又搁记唔着啊！是的。
不要紧啦，我就当做是提早几个月收到生日礼物啦。多谢。会着啦，你哪会雄雄教练咯？我听讲你伫兴华上班，就拄好诶。阮公司就伫兴华隔壁大楼。所以你即马是伫咧美联科技上班？我即马是美联的行销副总。哇！文琪，你即马敢是独生？独生啊，你咧？我即马嘛独生，咱敢会当见面？好好好，我冇会过去啊。嗨，周小姐，你会记我？会记，当然会记。你哪来啊？我找你啊。你要出去啊？对啊，我有代志要出去，找有代志先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老屋檐下。你哪来啊？我找你啊。你要出去啊？对啊，我有代志要出去，找有代志先。你是不是想要找我买厝？有赚偌济，我会替你介绍。对啊，我是想讲最近厝价落落来啊，所以想要看卖敢有袂歹的厝，要来做投资。你是安怎？你伫看边啊？是对面有熟悉的人啊？无熟悉的人，只是周小姐歹势真无拄好。我甲客户约好啊。无，我甲你约明仔载好无？好啊，无要紧。既然你有代志，我连工才来找你。好啊，我嘛有你的电话，咱保持联络。请来客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冠华失踪 ，Cindy 嘛拄好要去找客户。欢迎光临。你哪来？个人又伫遮？你是毋是甲某友和合作伙啊？真毋是，一个大学讲过同我跟我联络，伊伫兴华隔壁大楼上班，所以就约来你遮开讲啊。交往过，所以恁是要搁重新交往？你真无聊呢！阮10几年无见啊，我连伊即摆生做啥款拢毋知。无你卡伊变做迄种身材无够标准的人，你无介意啊？我从以前就无介意伊。我会记伊迄当阵无爱读书，阁袂晓打扮，我感觉伊真无出团，就甲伊分手啊。想要到伊即马竟然是科技公司的副总，即马咧想想诶，迄当阵敢若对伊伤凶啊！欢迎光临。孙家凯，嗨，文琪，足久无看。这久无看，这间咖啡厅的头家是我的好朋友，想要啉啥，我请你。你的地盘，你推荐者。咱两杯我平常时啉的，咱去边坐。好，我来。多谢。文玲，你好，阿姨，你哪来？我来这附近买物件，想讲来看你。原来你一个人伫啊？我妈去替我接遗酸啊。冠华敢有回来？我听工厂的人讲，伊提早走啊。阿姨，你哪会来？哪会无先打电话给阮啊？阮呢去添水互阿姨，紧来。好。阿姨，请坐。冠华，你提早回来是毋是倒位无爽快？阿姨，啉水。好，多谢。无啦，因为我正正加班的时阵较济啦，所以公司若无代志吼，我就归去休困。
一方面会当替公司省加班费，另外一方面会较吃陪文玲。是我约冠华去看电影啦。冠华才良心嘛。所以恁两个定定做伙出去看电影，逐礼拜固定这个时间。嘛无啦，就拄好伊今仔有位啊，想讲照久无做伙去看电影。阿姨啊，安尼啦，你敢要甲阮做伙去看电影？看完电影，咱才做伙食暗顿。厂长的代志吼，我应该好好啊甲你说多谢。免啦，恁阿某喊你约会，我无想要破坏气氛，非但无啥物重要的代志，我就袂记了啊。阿姨，你真是唔甲阮做伙去哦？真是免啊。文玲，我后盖才来看你。好。阿姨，拜拜。文玲，阿姨最近定来咱兜。可能是因为厂长的代志，伊知影我最近心情无好，所以常常来关心。厂长无选调伊关心啥啦？你若安尼讲啦，阿姨嘛是好意啊。好意，这种好意就免啦。你会记啊？咱兜的代志莫互伊知影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厝的代志你无甲伊讲吼？无啊。无就好。冠华，咱电影看几点的？我衫换好就会当出门。哦，你先去换衫，去那边看几点有，咱就看几点的。好啊。Cindy， 周明峰拄则来阮兜检查，为了较保险，咱这礼拜先莫见面。顶届同窗会你应该来的。Amy 迄对相时啊，哇，有够皮的，四界走，迄间菜厅头叫差点仔忝死。嘉宾好啊。你嘛会当食看卖阮的鸡卵糕或者是点心，阮的物件拢真好食。哦，唔免啊，你先去帮伊啦。多谢。文琪，你真正拢无骗，哪会同款遐尼水？敢有？你嘛保持得真好啊，尤其你穿这束西装，真好看。感谢谢。多谢。我会记得你真介意看查甫的穿西装呢。对啊，我真介意看人穿西装，不过你当阵敢若无啥爱穿。对啦，你敢会感觉我雄雄叫你出来真奇怪？这么久无联络，是有淡薄意外啦。也毋过，我较想袂到的是，你即摆事业竟然做甲这么好。那安尼，你敢有后悔当初甲我分手？我一直想要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当初甲我放散。什么意思？陈文琪，你真正一点仔拢无变。可是我即摆毋是科技公司的副总，你敢会甲我见面？你敢我会记得分手的时阵，你甲我讲啥？我去求你，一直拜托你。你讲啥物？甲我做伙，无未来，无希望。啊？你甲我讲甲饭桶共款。我后来才了解你讲这是为什么。你对心肝底就看袂起我，所以我甲我家己讲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互你后悔。你毋知这几年我过的是啥物日子？我逐天上班15点钟，爬到今摆为是为着啥物？我就是要看到今摆你这表情。你今日约我出来，就是要甲我讲这些事，实在是不够幼稚。袂啊，甲当初你遐伤害我的话比起来，好真济。
我已经对你足客气啊，而且我要甲你讲，后个月我要结婚啊！我今日是来甲你说多谢的，多谢你互我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，多谢你互我熟悉我今摆的某，伊是一个完美的人，逐项拢比你较好。而且我看到你讲你独身，真正是一点仔拢无意外。唉，像你这种查某，看悬无看低，目睭唔知影踅咧倒位，你当靠这你少年去派头啊，了准家己是大小姐，我着看你老了后，敢有人要治你，敢有人看会起你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像你这种查某，看悬无看低，目睭唔知影踅咧倒位，你当靠这你少年去派头啊，了准家己是大小姐，我着看你老了后，敢有人要治你，敢有人看会起你？相公伊倒是，我是因男朋友。什么啊，陈文琪，愈活愈转去啊！这款人你嘛看会真眼。安怎？这西装足贵的，较注意。既然你知影是陈文琪刺激你，互你变做更较好的人，你就应该把伊当作你生命中的贵人。未来你甲恁某享受幸福美满生活的时阵，爱记得是上伫你的背后斗相共。出去！陈文琪，袂歹哦，活到即马即个岁，阁有查甫人肯替你出头。走。走。你哪会阁笑会出来？你遐尼想去创啥？其实嘛无讲毋对啊。啥怎大概阮老开拢会互你看到？我靠今仔日才知影，原来因拢是安尼看我的。你讲，我是毋是你要甲伊讲的同款？无人要治啊！我要治，我要治你。你免甲我安慰。陈文琪，我拜托你，莫过去找别个查甫人好无？我真是真介意你。我无爸爸妈妈，而且我阁是真认定头家，以你的标准，我无90分，至少嘛有80分啊。还阁有，我真介意你的情人，我愿意家己恁兜的工作，阿嬷大工摆迄什么自餐，我嘛不要紧。我真是真介意恁全家伙仔热烈气氛。文琪，跟我做伙好无？佩武，佩武，屁屁，佩武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感觉骗我真好耍是无？我当时骗你啊！我搁问你，要安怎互交欢兄介意着我？你替我想遐尼济办法，结果互交欢兄搁较讨厌我。你一定感觉足欢喜的对无？要怪就爱怪我家己想误，
搭入去你设计的限制。哎，奇怪呢，你甲交换是恁之间的问题，莫牵拖着我，不要白失败过来怪我。我到即摆才了解，我就想讲你哪有可能无代无志遐尼关心我，结果你早就对交换遐有企图啊！我真正是，我好生气有雷针呢。敢真正是安尼？安尼你感觉就怎？讲你永远无可能介意交换遐，一世人袂介意做伙。我为什么爱就抓？你敢有介意你跟我啥地带啊？所以你唔敢就抓，安尼你就是介意。无要紧，惠弟你对伊嘛毋是真心的，你只是想要利用伊，陪你度过你失恋的痛苦尔。好啊，我甲你袂啥好讲的。你毋知影伊有偌爱阮阿姊？阮阿姊走的时阵，伊家己锁伫阮阿姊的房间几落个月。是我逐工送食的、送啉的互伊，搁伫咧外口安慰伊，伊才会当行出来。你根本毋知影伊甲阮斗的感情有偌深，你永远无法度代替阮阿姊伫咧伊心内的迄个位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遇见你，喜欢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警官，我做了差不多啊，你敢要看？啊好。这房间的部分，这设计会当加加一寡镜，会感觉较豪华。也毋过安尼敢袂伤爽啊？袂啦，若是有镜，空间看起来会较大，而且咱的客户陆先生，伊看起来足爽的，拄好下伊胃口。你看这，这个所在吼，电视柜，莫用插头的，甲伊改做大理石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这间房间。你看，你转来啊？敢食饱？食饱。你就是江宁辉查某囝吼。你好，我已经熟悉恁饱。哦，伊敢若无啥好斗阵。伊只是无惯势出来有气氛啦。哦，所以以后拢要甲你做伙哦。我答应过林豪，我一定照顾伊。你对江林豪真正是有情有义，也毋过照顾别人的囡仔无简单，伊敢无期待亲人？林豪因小弟真紧就会为国外回来，而且家庭真乖，真捌代志，伊无需要我操烦。以前江林豪，你毋是甲刘世是约好啊？哦，对啊，我明仔载甲伊约中昼，哪食哪讲。好，安尼我表妹讲解图，明仔载透早传互你。啊，对啦，还有这便所。庆管，我真感谢你介绍客找我做。要毋过今晚我干那想要认真做代志，我无心情去想其他的。你是较倒位去啦？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我较热情，无想遐济，我无其他意思。安尼歹势，是我误会啊。无要紧啦，既然大家要合作，讲好清楚嘛较好。那安尼，我就等你改的图。我明仔载再去传互你。陈文琪，我拜托你，莫再去找别个查某人好无？我真是真介意你。
我无爸爸妈妈，而且我阁是一间店头家，以你的标准，我无90分，至少嘛有80分啊！你唔知影伊有偌爱我阿姊，你根本唔知影伊甲阮兜的感情有偌深，你永远无法度代替阮阿姊伫伊心内迄个位。喂，我有代志想要问你，会用啊，你问。是关系佩云阿姊的代志。哦，安尼你下班来阮店来啦？我暂时无想要去你遐，无，我去恁兜找你。你嘛莫来阮兜。安尼要安怎？这个代志我无想要伫电话内底讲。安尼咱另外找所在。多谢。佩有的心情啥款？要是无想要甲我讲话，要毋过伊明仔载考试，我会去陪伊。或许等伊考试考完，心情嘛会较轻松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甲前女朋友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佩有毋是拢甲你讲啊？我无想要干那听伊的讲法，我嘛想要听你的。迄天天气真好，日头真大。佩讲是海洋生物学系，伊讲要做报告，爱我带伊去创作翕相，我就带去啊。一开始真顺利，后来伊用手势甲我讲，要去船里摕物件。我就继续翕相，我翕足久的，伊拢无转来。后来我转去船底，才发现，其实伊一直无起来。我就开始找伊。我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我甲氧气瓶拢用完了，天开始变乌，水底的鱼啊，敢若拢无去共款，常常感觉原本我真实的大海足青昏的。敢若变做一个真清真清的溪，就安尼甲佩公永远带走。你来创啥？我答应你要陪你考试。唔免啦，阮朋友会来陪我。所以你伫啉受因利用你的自尊勉强你。我好好一个查某囝交予你，你就甲伊照顾成安尼。阮到底是欠你啥物啊？就是因为你安尼一直忍耐，因一家伙仔才会软土身躯食你够够。因为我即马是无爽快，
所以我敢袂当改请一天假。你的意思是无请人管，就当伫学校后壁来是？我有亲人啊，我有阿姐，而且已经转来啊。你的亲戚拍人啊？是嘞，惊着你啊！刚卡停起款物件，莫名其妙，莫安尼甲恁阿姨讲话，伊才无感觉伊是阮阿姨咧，伊感觉伊是阮妈。因是一家人，你无资格去干涉因的意思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一切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，去听了像候鸟咖啡的再远，终究还是回到那原点。想你了，